那家唱片公司呢的老板叫冈本健太郎，他当时呢募集了非常多的台湾好的音乐，然后这些艺术家们带他们到日本去录音。因为当时在台湾是没有录音室的，他们还要坐3天到5天的船。录音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录了你的音，然后我的灵魂就会被你吸走，所以他们是不愿意去进行录音。录音回来了之后，就制作了台湾的第一批唱片。台湾第一张唱片是1914年发行的，叫做《大开门》。但是很可惜的，100年前留声机是非常昂贵的，音乐是非常昂贵的，所以它的销路是蛮不好。所以后来冈本健太郎他渐渐的离开了这个领域。到了1920年代末期呢，就由他的妹夫柏野正次郎，他就说好，不过来者。所以他就把日序，然后包含新的一些科技整并成一个新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，然后到台湾来做了很多的音乐实验。当时最林泰威老师想说什么？订阅点亮大道城频道。